天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水里草花拢在开，主造一时之水。世家教化的饮食，主造世世的心。万物革命起美的画面，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的慧。自然万事观看，波澜水吞秋瓜，自大观天就探访，一所百米天空，万物革命起美的画面，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所以咱第一节要接雨要接，第二节、第三节是第四节时阵，这是三拍哦。所以讲头拄有唱唔对的所在，请等者大家要注意。这接第二节是第三节是唱三拍尔。好，咱来看第二位的圣诗。第二位圣诗是587首。我唔知明日会怎样，这嘛是这首大家拢足熟的歌来唱第一节。第一节我唔知，来第一节请。我唔知明日会怎样，出错路我免担忧，我无求他日何日肯，有时阵无行无等，对将来我充满远航，主保守的脚分担，我在日甲主当脚步，你在我头前路途，耶稣明日会临到，耶稣我的平了，我亲在主将还明日，依看我只路行头。好，第一节咱这首歌咱大家足熟的，所以我今仔日就唱第一节就好。过来咱要看过一位的圣诗，伫咱圣餐正前要唱的，迄首歌可能较新，所以咱今日用一寡时间来锻炼伊。圣诗第363首。我看咱 PowerPoint 有无？可以帮我看300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咱来看，咱就翻开圣诗第363首，咱请琴来弹一遍，弹最后就可以。从这边就可以了，我接363首，有总共有3节。3甲8饼，好，来第一节，有投影片有啊，来。3甲8饼，咱当心来归路。3甲8饼，咱当心来归路。等我虔诚归路，定
亲扎坑边之头，我追求你的名话。第二节，三甲恁陪咱同心来归路，三甲恁陪咱同心来归路，让我虔诚归路，并亲扎坑边之头，我主求你的名话，三甲无咱同心来归路，三甲无咱同心来归路，让我虔诚归路，并亲扎坑边之头，我主求你的名话。咱这边投影片甲咱信息下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，伫第三节的时阵，伊的旋律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，但是咱等者，我想咱就以投影片为主，所以咱抒情咱就照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迄个旋律来弹，第三节我们就不要跳过，就照那个1、2节的旋律来弹。好，咱团体时到这，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耶和华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三甲来吟圣诗，阿罗上帝，圣诗第15首，圣诗第15首。请起立。马路更明嘅美丽，我米无论大水，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的美，春天流落的太阳，秋天所吹凉风。那城市的根基，当是主造因。马路更明嘅美丽，我米无论大小，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的。社会社会动的开，主造饮食的水，世家骄傲的饮食，主造世世事，万物更明嘅美丽，我米无论大小。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的美，从目睭通观看，互咱水润手歌，主大权能着传播，以作万物皆好。更明嘅美丽，我米无论大小，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的美。这是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，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愿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切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对咱的兄弟，显明对伊的受苦，顶十字架死过活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。咱甲上帝国好，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快乐。愿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到主国来。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的生活的准则。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。是普世的，定军伫本地，心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永望的记号。愿信通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得赦免，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。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分伊的创造。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，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，总是人有做误用者的温数，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
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，有压制得到自由平等。伊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，世界诚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门。请坐。三革命启文第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文伫圣经后面第6篇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要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。迄块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因为你无甲我放杀伫阴间。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，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无所不能的造物主上帝。阮深深感谢主的保守甲带领，今仔日，互阮众兄弟姊妹拢会当平安快乐来到圣殿，用合一诚实的心灵恭敬服侍你。这是何等大的赏赐甲恩典！感谢天父保守台湾这块土地甲人民，因为你的怜悯，到今仔日，阮犹原安居乐业，会当享受平安快乐的生活，会当自由参加主日的礼拜。今仔日，阮众兄弟姊妹一齐聚集伫圣殿，透过诗歌充满信心、盼望甲疼心。阮一齐大声阿罗上主，你是永远活的主，你是历史的主宰，你是好怜悯的主，甚至差遣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临到世间，透过受难国活的奥妙，为着阮开拓一条永远活的道路，会当享受每日甲主同行的喜乐甲平安。虽然主的恩典是遮尔长阔悬深，但是阮伫日常的生活中，阮常常受到世间事的牵绊、魔鬼的诱惑，偏离主的道路，犯了骄傲甲贪心的罪。恳求主，你来怜悯，会当透过圣神的开力，互阮随时会当反省，倒转到主的掌权中间。互阮心中的宝座永远是主你来做王，继续互阮会当跟地主跑走天路，袂亚线。恳求主的公义甲仁爱降临伫地球的每一角落，兴起你所呼召的路仆，伫每一角落拢成做你圣洁的使者，做光做盐，互这个黑暗的世界中间，因为教会甲基督的门徒合一的心，会当热心敬畏主，听厝边亲像家己，互这个世界会当得到永远的和平的运作。阮恭敬也献上阮这场的圣洁的礼拜，求主来感纳。阮诚心拜了以上的祈祷，这个时阵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吟。我的天里的爸，我的名是，你的国
的日时，今老日头啊，下面万的国父，神君万有下面，国父官的人。我的茶馆子里去。
请做伙来读今仔日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。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。法老准百姓去的时，非利士地的路虽然较近，总是上帝无带因对遐去，因为上帝讲，惊了百姓拄着交战，就退伙倒转去埃及。所以上帝带百姓弯对红海旷野迄条路去。以色列人拢排队伍对埃及地出去。摩西带约瑟的骨头甲伊去，因为约瑟捌切切甲以色列人咒詛，对因讲。上帝的确眷顾恁，恁着带我的骨头对遮三角去。因对苏格起身，瞻仰伫近旷野的以东，耶和华行伫因的头前，即是伫云条中带因的路，暝时伫火条中光照因，互因日暝拢通行。即时的云条，暝时的火条。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。讲道，请陈牧师题目是上帝的眷顾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伫周报的头前有牵一个小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冒险家，伊甲伊的朋友讲起伊某一届冒险的经验，就是伊伫沙漠内面迷路，但是就伫得无水通啉，得要喙打死的时，伊就紧跪落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伊。伊朋友就问伊讲：啊，上帝有听你的祈祷无？伊回答讲：我无确定，但是伫伊出手进前，我拄啊好拄着当地的原住民，因就帮助我行出即个沙漠。虽然咱无行伫沙漠，但是咱的信仰旅程也定定有安尼的经验，就是上帝好敢若无亲像直接伫我的祈祷内面回应我，但是上帝较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。毋过有时咱太过钝，无发觉，也有可能咱认为理所当然，就无对上帝献上感谢。但是当咱来细腻想咱生命中间所有的一切，咱就会发现，若无上帝的恩典，咱无法度今仔日要坐伫遮，因为咱的生命有太侪变数甲意外。所以这嘛是为虾米咱爱定定去算数上帝原因、恩典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咱去算。就会发觉上帝过去互我的恩典哪会遐尔大，然后咱就会产生迄个信心来行头前迄个未知充满困难的道路。所以伫诗篇90篇第12节有安尼讲，诗篇即个作者诗人教示咱爱安尼甲上帝祈求讲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一个袂记得上帝恩典的人。伊袂晓去算上帝恩典的人，永远看的就是家己。但是一个会晓算数恩典的人，伊就会当看见上帝伫伊生命内面所留落来的脚印。所以这就是为虾米以色列人因会遐尔注重信仰教育的原因。这个民族伫历史上有消失一段时间，因若无靠着一再传讲来讲上帝恩典、上帝故事、上帝眷顾。安尼，即个故事就可能伫即个民族内面永远来消失。即个故事就可能真做是因祖先的故事，甲因后代袂佫有任何关联。所以今仔日咱伫13章内面第9节、第16节，咱会当看到，即个作者不断地强调，上帝不断地强调讲，这要做你的记号伫你的手，做纪念伫你的头额，是上主的律法，常常伫你的喙。因为上主捌用大权能的手带你出埃及，上帝一再伫遐讲，你若会记哩，你若记伫恁的手里，伫恁的头额，爱永远会记哩，安尼上帝会才会改变。总是咱看到，这嘛真做犹太人服装的由来。犹太人按照字面的解说，因去做两个小盒仔，即个盒仔内面底有抄写经文的羊皮纸。然后一个盒仔戴伫头额，一个绑伫倒手。所以咱看见后来法利赛人是将即个
服装顶面是哪来哪夸大，所以咱嘛伫新约内面看见耶稣指责遮法利赛人讲，因一切所做拢是为着要互人看遮做，因为因的配件做较快。犹太人将即个白地倒手的带啊做较快，互人看见讲伊是一个真敬虔的一个人。但是这毋是即段经文原本的意思。即段经文讲，恁爱记伫恁的手，记伫恁的头壳，是讲恁毋是伫外在形式顶面有甚物款的表现，是爱因永远会记你搬过节，永远会记你无假节，才会节期的由来，并且透过献上投胎的，无论是人也是动物的献祭来实践上帝的话。顶礼拜咱讲过，若无即个搬过节，以色列人就无出埃及的安尼机会。无假节嘛是你提醒因爱除去因的罪恶，成做上帝圣洁的百姓。今仔日咱讲到献上投胎的，无论是人也是动物，这嘛是甲搬过节有关系。因为搬过节就是上帝保护遮以色列人因的大汉囝，也是投胎的即个动物，互因无死。所以今仔日上帝甲伊讲，恁就爱将遮献互我。但是问题来啊！动物会当杀死来献祭，但是人咧，人是要安怎杀死来献互上帝咧？所以上帝无爱因甲遐个迦南人共款，因为当时的迦南人有杀死囡仔来献互神明安尼的方式，所以上帝用一种方式来代替，就是赎回。但是你若有细里听头拄我讲的讲。即个是上帝为着要互因甲迦南地的遮风俗无共款，所以上帝有一个赎回的安尼一个制度。你会感觉奇怪？咱即摆毋是伫出埃及吗？因拄仔出埃及，哪会掺杂着迦南地的风俗咧？我之前有讲过，咱看圣经头5本册，就是摩西五经，咱袂当认为讲伊一章一章是按照时间点来写的，因摩西五经是真济的作。这文件来编辑出来，其中一个文件就是咱伫摩西五经，就是旧约头5本册所看的一寡关系律约、律法，也是诫命，这物件叫做祭司典。祭司典的作者就是为着这狩猎去巴比伦，因要转去即个耶路撒冷的这以色列人所写的。即个作者的原意，伊的缘故就是为着要互遮转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会当紧有一个物件，互因会当守诫命，会当来重振因对上帝真正确的信仰。所以咱若用这段来比较民数记18章16节，咱就会当知影讲因是安怎赎回因的大囝。伫这段圣经有讲，伫满月以外所着赎的，就照你所过的价，照圣所的舍客勒。用银5舍客勒来赎回伊，即个意思就是讲，原本你所生的即个大汉囝是爱献互上帝，但是即马上帝用一个方式来代替，就是讲你会当用银5舍客勒来赎回即个囡仔。所以对遮咱会当搁一摆看见，上帝照着遮律法，咱看起来真奇怪遮律法。真详细律法，为什么上帝要用这律法来规定这以色列人呢？就是要教导因安怎保持圣洁，安怎来对上帝顺服。为什么上帝会当有权安尼来要求因来守安尼一个约呢？因为上帝早伫因祖先的时代，就竞选因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甲伊来立约。咱看亚伯拉罕，咱拢称伊做是信心的老爸，咱看伊是犹太人真重要的祖先。但是对伫迄当时的一个时代，亚伯拉罕伊不过是一个游牧民族内面一个真细一个无名的人。但是上帝敬伊，上帝讲我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家成做是大国。上帝讲我要互你成做人，亲像海边的沙、天顶的星遐尔济。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啥？咱立约，安尼你嘛爱守我的约。所以两方爱守约，这甲叫做立约。所以当然，咱看见伫圣经遐尼侪所在，上帝一再颁布这命令，互以色列人，叫因爱守约，为着是甚物？就是上帝要赐福因，所以因嘛爱着守甲上帝的安尼立约。今仔日咱将咱的焦点放伫13章的后半段，就是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啊。
咱顶礼拜讲着讲，因对即个10个灾了后，法老总算是互因放因离开埃及啊。但是咱看见，虽然离开埃及，上帝工作无停止哦，上帝要不断地告守因，并且上帝毋若是带领因行路，上帝嘛关心因的头壳内面所想的代志，甲因的情绪。第17节有讲，法老准百姓去的时，菲利斯地的路虽然较近，总是上帝无带因对遐去，因为上帝讲，行了百姓拄着交战，就退回倒转去埃及。咱看见上帝知影即群人是非常非常的软弱，虽然因离开埃及啊，虽然上帝几啊摆甲因表明讲我也要带恁出埃及，但是咱也知影，因已经互奴才400年的时间。奴才是甚物？奴才就是无家己的意识，奴才是主人讲啥就是啥，伊无任何家己的想法。所以即时若经过非利士人的地，较省时间。其实上帝嘛无惊非利士人，上帝凊彩伸手就会当来拍即个非利士人。但是面对即群要无自由意识，亲像囡仔遐尔软正的百姓，亲像奴才共款的百姓，上帝讲因有可能拄着小战，就挖头往埃及来转去啊。所以上帝为着要脱去因的奴才性，带因西路。用较侪时间来训练因，为什么因需要训练？因为因要对奴才变做选民，因要变做大国，因要互世界万邦万族因为因来得到祝福。但是姊妹，一个要互得到祝福的人，是袂当有奴才性的。但是姊妹，我相信咱无论是行路、开车，咱拢无人爱细路。上好甲我指点一条搁直、搁好行、搁近的路。咱交通是安尼，咱的人生嘛是安尼。有时阵咱想要有一条捷径，会当行往咱要去的迄个方向。但是，若无上帝带咱细路，咱敢会当得到训练呢？因为难免咱每一个人拢有一寡奴才性，有一寡上帝无爱的迄个自我。迄个上帝无爱，迄个无好的一个物件。你可能会反驳讲，我是家己的主人，我是现代人，我哪有可能有奴才性咧？但是自咱细汉成长的背景的内面，有可能有一寡事件造成今仔日的咱，但是咱无自觉。亲像有的囡仔伫细汉的时，定定互大人教示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所以等伊长大，有可能就毋敢表达家己的意见。有的人自细汉就伫否定，互人否定的环境下面长大，所以伊成人了后，嘛看轻家己，认为家己无路用。伫心理学方面，有一个名叫做制约，就是讲伊互即个物件来控制还约束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安尼叫做啥？叫做奴才性。但是咱若有去找心理学家，伊可能会叫你去协谈。去咨商，去突破即个制约，互你即个物件无搁互你即个旧的家己来拔掉的，你会当突破，你会当成长。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咧？无100%成功，因为心理学家伊完全叫你爱靠你家己的气力去突破即个问题，但是咱已经非常软正，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见，上帝是大有气力的医生。只要咱愿意将咱家己问题交伫伊的手里，伊就要伫即条路顶面引带咱、磨练、塑造咱。但是即条路嘛，毋是一路真平顺，因为伫伊训练的过程中间，咱的迄个自我要是不断地走出来。就亲像以色列人，因有几啊摆的时间是想要转去埃及的，毋若是今仔日安尼一个经验，因几啊摆想要转去埃及。但是上帝带因行即条路，为着就是要除去因的奴才性。但是即条路咱看见，竟然行40年久的时间。关系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路线，到底是行什么款的路线？有几啊种的讲法。但是无论是什么款的讲法，安怎算嘛无可能行40年，因为咱若有的人捌算过，其实只要几工的时间就会当对埃及。行到迦南地，
但是咱若算较量的，因为即个起行以色列人，查甫人无算妇女，无算囡仔在内，查甫人就有60万人，佮加上妇女，佮加上囡仔，佮加上遮年老的，所以一定是爱用佮较长的时间。但是佮安怎长，嘛无可能行40年。所以为虾米爱行40年呢？是因为因对上帝无信心。伫民数记14章有讲，当遮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，因真无容易，行40年要进入迦南地进前，摩西派12个探子入去迄个迦南地，讲看迄个所在生做甚物款。这个人入去40天以后转来，因转来报告，大部分的人拢讲迄个所在真好，老年老密。但是住伫遐的人佫悬佫勇，所以咱毋通入去。咱入去的时一定会死。其中只有2个人，就是约书亚甲迦勒。因2个人坚持讲，这是上帝予咱的地，所以咱一定会当入去。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听这10个人所讲的，所以所有民众拢听甲惊甲要死，甚至因惊甲安怎呢？因得要进入迦南地哦。但是因惊甲讲，咱另外选一个领袖，带咱转去埃及吧。所以咱看到因非常惊吓，非常的软正。所以当时上帝非常的生气，要降瘟疫来杀死这个以色列人。但是摩西替因求情，所以后来上帝留存伊的性命。但是20岁以上藐视上帝的人，无一个人会当进入迦南地。所以，这个40年的时间是这个探子入去迦南地40天，一年拄一天来的。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埋怨上帝讲，为什么上帝你无要互我紧紧看到代志的重点、代志的解决呢？咱感觉咱伫这个问题内面踅来踅去，无一条出路。这有可能是咱已经交互上帝，但是咱又委婉不断用家己的方法来解决。用一个画面来想，就好亲像是上帝牵你伫行，但是你不断放开伊的手，走去另外的方向，上帝只好佫行过去，牵起你的手，继续行往迄个正确的方向。安尼情形不断地重复，当然时间嘛拉来拉长。所以我想今仔日咱看这段经文，是以色列人的境况，但是嘛是咱人生的境况。伫咱不断的背逆的下面，上帝只好用佫较长的时间来训练、来塑造咱。对伫以色列人来讲，旷野是上好的训练的场所；对伫咱来讲，人生的旷野嘛毋是一种刑罚，因为信仰无撇步。咱毋是求上帝带咱一帆风顺、一路平安，咱来求的是上帝伫旷野中间不断地引带。搁来，咱看见伫这段经文内面真奇妙，就是因离开埃及的时，因是带着约瑟的骨头做伙离开的。伊约瑟伊活无伊的兄弟久，可能是做宰相较操烦，所以伊无伊的兄弟活得遐尔久。伫过身之前，伊甲伊的兄弟讲：“我要死啦！总是上帝的确看顾恁，带恁对这个地上去。”到伊就做应允，予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另外，这个约瑟嘛交代伊家己的子孙讲：上帝的确照顾恁，恁就将我的骨头运上去。非常奇妙，咱看见约瑟是予阿兄卖到埃及。伊的老爸雅各了后，嘛是因为迦南地饥荒，所以将全家66个人来刷去埃及。但是，这是透过这个约瑟的喙。甲伊的兄弟、甲伊的子孙讲，埃及毋是恁永远的厝，只有上帝所赏赐的迦南地，才是恁永远徛起的所在。所以上帝会看顾恁，互恁转去迦南地。对迄当时听约瑟的话，会遮的以色列人，无论是伊的兄弟，也是伊的子孙，对因来讲，因有一个做埃及宰相的阿祖、阿公，也是兄弟。因有狗牙的美娘，因有一片土地，会当讲是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世界，所以因才会当对饥荒的迦南地来牵线来这个美丽的新世界。
哪有可能阁想要转去迄个饥荒的迦南地咧？就亲像咱兄弟姊妹中间，若有人办移民，咱一定是选去一个咱认为阁较好的所在，然后就永远住伫遐。但是今仔日透过约瑟的话，互咱看见，埃及敢若是一个避难所，上帝互遭遇饥荒的雅各一家伫埃及得到保护，并且互因伫遮400年的时间，诚做是大国，70个人到60万人。这真正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，讲我要互你诚做大国的安尼一个祝福。所以无论迄当时的埃及有偌好，约瑟知影迄毋是因的故乡，因应该欣赏的是上帝应允的迦南地。这嘛伫提醒咱，无论咱生活环境、世界物质有偌好，咱袂当安尼就满足，因为这不过是暂时。上帝应允的是咱未来天顶的故乡。但是真侪时，咱用真侪时间注意地上的事，但是咱较忽略咱天顶的事。所以耶稣嘛一再提醒咱讲，着卖恁所有的来进济人，为着恁本身避万卖话旧的钱大，伫天里用袂了的钱财宝，就是插袂到、通袂住的所在。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保罗也劝勉咱讲，所以恁若捌甲基督同过活，就着求伫顶面的事。基督伫遐坐伫上帝大边，着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。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，毋是爱咱毋免工作，毋免负担任何地面的责任。是讲，咱毋通因为注意伫名声、呼仔声、物质，卡来迷失咱家己的灵魂。因为地上一切拢会过去，咱的性命嘛会过去。只有伫上帝遐，迄个永远袂败坏的冕旒，才是咱值得咱去追求的。第三，咱来看这段经文，甲咱讲，因是安怎伫旷野内面行路。上主行伫因的头前，日时伫云条中带因的路，暝时伫火条中光照因，互因日暝拢通行。日时的云条，暝时的火条，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。其实以前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无特别的感觉，就是火条甲云条嘛。但是当我搁一摆来思考因伫旷野内面的旅行，40年的时间，无一天火条甲云条是停止的。当我思考到这点的时，我感觉讲，上帝互即群人的疼，无条件的疼，是非常感动人的。火条甲云条的保护，只有伫旷野行路的人，才会当体会。伫旷野沙漠的所在，日时的温度非常的悬。若无树啊，无所在，互因会当遮日头、遮风背山，因阁欠水的情形下面。一定是一大群人真歹保持一定的速度向前行，但是上帝互云条出现啊！伫云条阴影下面，人甲动物会当得到淡薄的凉爽。毋过暗时的沙漠非常的寒冷，虽然伊有大病仔，但是老人、囡仔可能记载袂牢。另外暗时的沙漠暗飕飕，根本就毋知要行往倒一个方向。所以上帝互因火条，互因温暖，互因知影讲因头前要行去倒位。对遮咱会当看见上帝引带是完备的，伊无受时间的限制，无受空间的限制，上帝无休困24小时的引带。所以咱真欣赏讲，哇，若有遐尼侪神迹奇事发生伫我的生命内面，我一定一世人跟缀上帝。我接袂甲即群以色列人共款的，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咱看遮以色列人，虽然看见遮神迹伫因的眼前发生，但是无偌久了后，因就开始埋怨上帝。伫一开始看见火条、云条，可能感觉真神奇，感觉伫遐我爱大声懊恼上帝。但是一礼拜过去，一个月过去，一年过去，火条、云条犹原存在。就感觉无稀奇啊，甚至看做是自然理所当然，上帝应该互我的。
这就甲咱对新约的定义是同款的。有时咱认为病得到医好才叫做是新约，但是咱看每一日得主的保守，咱认为是合理，是理所当然。但是咱看的爱甲因看的是无同款，咱会当来学习摩西伊所看见的。伫民数记14章14节，摩西有讲：你日是伫云条中，暝是伫火条中，伫因的面前行。咱看见摩西，伊毋若看见即个表面的新约云条、火条，摩西看见是伫云条、火条内面的上帝，伊知影上帝是主角。兄弟姊妹，咱感业甲遮的人共款，敢若看见云条、火条，较无看见云条、火条内面的上帝。咱若敢若注重新约，也是注重即个新约带来的好处。其实咱甲民间信仰无啥物差别，因为有诶庙事的神明，因嘛会行奇妙、其身非常神奇的代志。所以耶稣嘛一再强调讲，咱对新约应该要有正确的认捌甲态度。伫以前我讲约翰福音的时有讲过，约翰福音甲其他3本福音册对伫新约有无共款的注重点。就是约翰福音，伊毋是强调新约的本身。约翰福音的作者爱咱注意即个新约背后的主。所以有一段新约，咱非常熟的一段新约，就是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，用5个饼、2尾鱼，互5000个人食饱的即个新约。独伫约翰福音有一段其他3本福音书无记载的事，就是当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。这人体验着讲，哇！耶稣遐尔奇妙，耶稣会当互遐尔侪人食饱，因就想尽办法，因坐船，因嘛要找着耶稣。为什么这人较急要找着耶稣咧？当因徛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点出因真正的用意。耶稣安怎讲？耶稣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恁遮的人来找我，毋是因为看见新约，是因为食饼够饱那定。无得为着会败坏美牛来着磨，着为着长长直直永活的美牛来着磨。因为人子所要互恁的，就是人子所要互恁的，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因的。耶稣伫遮甲遮人讲，恁爱追求的，毋是即个新约带来的功效，毋是互恁食饱啦，恁爱去追求迄个永远袂败坏的。伫即段经文，互咱看见，即个永远袂败坏，就是耶稣伊家己。耶稣是永活的美牛，所以耶稣甲因讲：恁毋是伫迄个会当互恁巴肚会饱的迄个物质的物件，迄个新约所带来的功效。恁爱认捌即个新约背后行新约的主，因为伊才是永活的美牛，是永远袂枵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伫火条、云条内面看见上帝引出，但是咱嘛知影，伫无声无影的内面，上帝的确无确实。但是这咱就非常需要信心，咱袂当靠咱的感觉来看待上帝，因为感觉会欺骗咱。当咱感觉无好的时，咱就认为上帝无甲咱同在；但是当咱感觉好的时，咱就哈利路亚俄罗主。但是这敢是正确的一个信仰咧？毋是，咱袂当凭咱的感觉来对上帝做任何的判断。但是圣经有甲咱讲，上帝绝对袂放弃信靠伊的人，这是规本圣经咱所做的证明。所以无论咱即时伫生命什么款的境况，无论咱伫真高峰，也是伫真低的一个所在。望咱拢会当透过读圣经来体会上帝真实的同在，甲伊的看顾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即时阮伫你的面前要谦卑阮家己，有时阮就亲像遮以色列人，阮对你的看顾，阮感觉真习惯，阮无认为真特别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咱。互阮会当看每一日的恩典是恩典，帮助阮会当感谢、算数你伫阮生命中间所藏落来逐项的恩典。
主，因为当阮伫算的时，阮就要看见上帝，你若遐尔啊听阮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兄弟姊妹也透过今仔日的圣餐，搁一摆坚固阮的信仰，互阮离开阮的罪，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得到赦罪的恩典，也互阮有气力行头前的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是咱准备来领受圣餐，咱坐咧吟圣诗363首，咱嘛请服侍长老上台来准备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属伫教会陪餐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囝仔着磨担重担的，就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就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领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，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嘛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咱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从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紧调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遮受赎的囝儿会当坐伫遮。甲其他的肢体做伙来领受圣餐，主，阮感谢你来摆列这饼、这杯，为着就是互阮搁一摆来得到你赦罪的恩典。阮知影，虽然阮诚做基督徒，总是阮也定定来做出无合你旨意、你无欢喜的事，就恳求你借着圣餐，互阮搁一摆来反省家己。总是阮也相信，
当阮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你也要赏赐互阮一个全新的一个性命。恳求你也赏赐互阮有够力的气力，伫你的面前立志来行头前的路。恳求主帮咱借着圣餐，互阮搁一届来得到你下罪稳定甲气力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年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旁边服侍。今有人无摕到饼的？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着今年来纪念伊，请咱三甲来领受。即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是着今年来纪念伊，咱请长老旁杯来使。
结有人无摕着杯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是，就今日来纪念伊，请咱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咱感谢你赏赐圣餐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届来反省阮家己，恳求你的恩典。日日甲阮伫地，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阮是领受救恩的囝儿，所以阮的所行、所做、所想，就要合伫你的欢喜。主恳求你引带阮，亲像你伫早时引带这以色列人共款，你无停止伫眷顾因，阮也恳求你眷顾阮。总是阮知，阮也爱受甲你的力约。主恳求你就时刻提醒阮，互阮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请上主的目睭看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诗篇34篇15节。上主的目睭看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诗篇34篇15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87首，圣诗587首。请起立。我不知明日会怎样，主带路，我免担忧。我无求，但日好日光，有时阵黑暗黑淡，对将来我充满望，主保守的较稳当，我当日甲主同脚步，伊在我头前路途，做做事明日会临到，做做事我的明了，我深知主将官明日，伊看我一路行他，每一步若行若光明，亲像主的黄金楼梯。我当担若买酒若见，若粉彩灿烂光辉，伊所在主眼光普照，无目屎永无凄凉，美丽彩虹的。
了，耶稣，我的名了，我亲在主掌管明镜，伊看我一路行头，我不知将来的日子，只要我是上帝，既然主有起脚脚，伊也会予我高扬，日头前虽然有水黑，有凄冷，也有可悲，若有主引带我路站，伊保卫甲我遮扛，最事明日会临到，最事我的明了，我亲在主掌管明日，伊看我一路行头。请坐。奉献，就想请高主任长老甲陈明基执事、扎新执事、伟勋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起立。
请坐。报告，请看周报347页的消息报告第4点，教会大厅新使者圣诞特刊1份40块。要订的兄弟，请伫1楼公布拿登记。登记到今仔日早止。第5点，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级的读册小组会，请中级参加。遗体关怀。第2点，谢耀庆兄甲王秀玲姐的公主谢凯安，要甲孙培文小姐定伫10月31，就是来拜六下晡2点半，要伫中山教会举行结婚礼拜，欢迎兄姐前往来观礼。教界消息。以上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来订正。周间聚会甲下周的圣工侍奉者，请家己来看，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人。好，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来兄弟林玉祥兄弟，欢迎。好，伫遮咱后礼拜3有双年团契聚会，邀请圣光眼科的遮个讲师来演讲，所以请咱双年团契兄弟会记哩拜3来参加。另外，咱看集体关怀有一位曾信荣兄弟，伊伫顶礼拜2有伫台大来接受洗礼，毋过伊昨昏就互主来调去，所以咱为着伊祈祷，伊就是名旗执事的梅赛。吼，因全家拢还袂信耶稣，总是伊伫拜2的时，伊有表达吼讲伊要洗礼，所以阮有去甲伊行洗礼。伊伫昨昏过身，吼，咱嘛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。咱嘛欢喜的事就是耀清兄秀玲姐的后生，吼，丽月姐的孙仔，吼，要伫拜6伫中山教会，吼，毋是咱的教会哦，是中山教会来举行迄个结婚礼拜，吼，嘛是咱的过去来主理这规个礼拜，吼，所以嘛讲咱兄弟嘛当过去遐来甲伊管理。好，即时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互咱为着拄过身的即位兄弟曾信荣兄弟来祈祷，恳求主安慰伊的全家，嘛为着你病的敬丰兄来祈祷，为着你处理疗养的随便兄、秀华姐、邓妈妈、龚基姐、陈其雄长老、邱玉姐、庆和兄、春文兄、廖罗素梅姐、以礼苏妈妈、宝秀姐、慧玲姐、方梅姐、志晶姐、明理姐、阿淑姐。册丁兄、富美姐、正雄兄、阿菊姐、阿秀姐、国元兄、东龙兄、李翠老师、嘉豪姐来祈祷，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。吼，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伫评估咱的建堂，吼，也是咱的逐项的事工，咱的遮个新的长级选出来的长级，咱明年度的事工，吼，咱会当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因长辈会当对你遮会，虽然伊总是主你的听，临到因，恳求主要帮助。主，阮也为着集体来祈祷，无论伫病伫处理，阮也为着恳求主帮助，阮变长，还是阮当时讲，主拢交伫主你的手，紧带。主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，互阮会当认捌你。总是阮知世间也有真侪毋捌你的人，主有真侪是阮所疼的亲人，也恳求你赏赐阮教育的气力，互阮有勇气会当阮的亲人来传福音，互福音会当改变因的性命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拄仔洗礼总是蒙主恩召的兄弟。曾信荣兄弟因全家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。虽然因还未认捌耶稣，总是主你的听已经临到因，主就恳求你保守，互即个家庭透过教会关心，会当来得到因料理这后事所有真好的斗相共，也求主你的神伫因的内面保守因，互因会当得到安慰。
主也要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这兄弟姊妹，互因无论伫病院、伫处理疗养的，拢互你会当来得到看顾。主也恳求你保守因的厝内人，也保守因，互因有够也气力，会当来照顾这个病人。我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这个姊妹，互因有健康的身躯，也互因巴肚内囡仔拢会当平安健康来成长。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路，无论是阮建堂的方向，也是阮这个中级同工，也是阮未来的事工的方向，恳求你拢引带阮，互阮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，总是合理旨意，你引带的安尼一个教会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也扶持阮的兄弟姊妹，当阮伫世间，阮真无容易伫生活，特别伫即马新冠肺炎的时期，有真侪人因的经济、因的工作受到影响。主也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有对你来的信心。也有真侪人的计划受到变化，也恳求主你会当来开路。主为着阮兄弟姊妹的未来新的一礼拜来祈祷，恳求你引带阮、保守阮，互阮日日行伫你的旨意的内面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即是来吟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，吟诗后，请陈牧师来祝祷。请起立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稳定主庇，你被上帝受死大好，听咱亲像家己。愿灵甲咱感动，听起咱人心内，三位体甲咱相通，只是到万世代，只是到万世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